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南非斯北语的第44堂课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用斯北语讲这本短语。哎呀，意思是对。哎呀，哎呀。嗷呜啊，意思是不。嗷呜啊，嗷呜啊。莫说莫为，意思是也许。莫说莫为，莫说莫为。让我们再说一次。哎呀，嗷呜啊。莫说莫为。我们的课结束了，请记住要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节课见，再见。